哎呀，妹子啊，一个道理把分买的多啊，为啥漂亮的啦？一个粉颜色是高的吧？你那想到别了搿搭个啦，蠢蠢欲动。所以一米还别。一个10块洋钿10个。到这浪干的嘞，像个小花。女蛮多的粉丝来问我，鸡蛋皮也开卖了，烧个高钿。那么我大家都讲，想说为了地里向嘞，对。你都回复我，这个楼下的一个地里向已经有的卖着。那你好。街区里向已经开始投个一只，那么不是到搿能一讲嘛？所以我今朝背一袋虎门黄糕来004米，来刚才吃中饭了哇。 6块钱一个，来一个。真金子7分白的。那你先吃一个吧，先吃大概1人份。那是荔枝米蛋的，我是啥来用？现在真哈，我还请客呢。你不来。啊！这边那就是还厚个嘞。那好得手，到上海个还吃啊。010啊。2满手。谢谢大家。你那客气，我后满手吃嘞，浑身筋跳。你眼睛长长头啊，看看鸡蛋皮啊。去年一般店侪是卖鸡蛋皮的，喏，一到去年还是不鸡蛋皮的呢。今年哪鸡蛋皮还没啦？除非你呀，这里。根本那有种地方已经开始卖着家。连毛个鸡蛋皮。哦，那原来一个夹缝里向还是卖鸡蛋皮的地方嘛。一个我当吃的，最近一看是洋葱。虎门黄糕从西走到东，一粒鸡蛋皮也分看去。 一搭没米，接下来我就到一个肯定有米的地方去看一看。哟，一搭还真过来个家，一个么子也大脱个。会这个啊！哎呦，侪是个门子啊！你今朝来一搭做啥家？我别玩。现在街浪向卖搿种鸡蛋皮，侪是老得来个家。鸡蛋不大成熟个辰光来牙齿。哦，你哪看得出下头有鸡蛋皮呢？搿么就是讲平内均匀呀。我以为个鸡蛋皮是一口一口会得穿出来个，一种生活2种得里去啊！啊，一句毛个色个，一顶桃毛尖是真个真巧好。哎哟，你当心啊，鸡蛋皮分吃了，一个还干到的呢。上海平衡个桃毛尖，自家想想不可思议，一上一点下午下个地干的，连平衡毛个那个走过来着，一个侪是本地鸡蛋皮哇。来了来蔬菜，几辰光还菜？帮我个送啊。 咁么现在猜起来个鸡蛋皮是老得来个的。到红中，吃起来吃开在里。哦。搿个生活是口味啊。吃点鸡蛋皮真个不容易个，变整个修动的，不是水侪是门子，落雨天也做个家。抓鱼皮啊，你到一样样子抓不抓鱼皮啊，差不多了还。反正总归一个伞，干啥台子我也台子，皮买摊浪向不得了子，最起是比马蜂靠着，不得了不得了。后堂里向对子一圈走来着，呼哒啦啦啦啦啦啦，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哪样办？进来吃特杯冷饮口。 再便宜个板饼，22块，俺看出实头22块哇，22块啊！你有病！三个档我屋里印钞票，回到屋里板板拿出来，盖头开来，冰块倒下去，开机，辰光蛋，先把个冰出来，洗出好，盐插头，切开的酱进上天花，板饼3板开吃，插头补。 3鲜菜清好，有人就板饼稀里哗啦。楼下头3吃几道饼，谁还生出来一只3个破壁机，还送一只养生的。现在还不用，下趟孙子用米粉啊、蘸点泡头子。